新闻一开始，先看，因为最近一直咧落大雨，桃园复兴山区朔武楼部落半边桥的所在，透早是崩山断路，部落的村民大约是100几人，甲游客200几人，拢伫咧内底袂当出来。这路短期内是无可能复原，目前是先对旧路清一条便道出来，互游客当安全落山。 路断走两过，复兴区朔武楼部落连外道路半边桥，因为是伫川乡地站，连日落大雨了后，结果松软。拜六暗时就有一寡落石，好甲在区公所当时已经封路。礼拜早起发生大面积崩塌的时阵，好甲在无人甲车经过。预计早上要去抢通，结果早上呢一早。 里长就通报，他整个就已经瘫下去，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封锁的部分就当下就恢复既有的旧有的通道，想办法先行打通。 公所接到通报，会动辖区警方甲应护单位到现场，评估半边桥受损严重，要修理好恐惊需要时间，决定先抢通旧路，大型工具机进入了后，清除路面的树蛙、石头、土沙。暗过因为通往部落有关架坎，人员用行通过，天保水石稳定路基。礼拜下晡2点50分抢通。 辖区环境协助交通管制，予游客会当顺利落山。因为旧路较细条，无法度小闪车，现场暂时敢若出无入。拄到山区落雨，会看情况管制通行。想通那个便道，从以前都是走的比较蜿蜒的道路，比较窄，还是可以通行的。 桃园市政府会伫拜一会同相关单位去现场研究后续安全修理，而且目前在山区电器要采收，嘛会讨论安怎协助部落居民运销农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